台湾历史博物馆对2011年开馆以来，就是以描写台湾无共时期土地甲人民的历史，嘛希望展现台湾族群文化。伊对2019年11月封馆进行场馆的硬体换新甲内部软体升级以后，现在整个视线继续开阔，邀请民众1月8号开始重新来体验丰富的台湾历史，亲自来看改造以后有啥物无共款。那这一次的更新，除了是我们在物理性的这个环境空间展示设备、灯光的改善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容的更新。因为在这10年，其实台湾历史博物馆累积了很大量的，不管在文物的研究或者是文献的爬书，然后包含在论述的建构上面，其实都比过往的台湾历史研究其实有一些新的开展跟一些新的路径出来。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也展现在我们的常设展里面，扩增了将近有1倍以上的文物量，用物件、用图像史料等等的来让我们的民众更加的能够理解我们台湾历史其实是非常多元的，是非常交融在一个岛屿上面。那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观点跟论述，透过这一次的更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过去一直受亲自家己的儿童厅，嘛以全新的面貌甲大家见面，为了象征台湾的海洋飞行船相当险恶，要坐探索游戏，标大人囡仔做伙伫室内甲室外自然人文空间来认识台湾。除了这以外，为了吸引民众的眼光，致上这款 VR 科技活动，嘛要来放送独家版本的历史故事，更是上新的体验。在做结合的过程中，会发现里面很多，就是我们会把史料放进去，然后也把史料变得比较影像化，让它变得比较生动有趣。可是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知道史料其实是一种比较，它不一定能够重建整个360度的拟真空间，所以有些地方是我们可能会去想象的。所以其实我们做这种历史 VR 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虚实交错的一个状态。一般讲历史总是互人感觉较硬邦邦，容易拄久。不过现在历史博物馆加入多媒体科技的体验，用看的、用听的，嘛规划用网的展览品，也有通耍。希望打造一座属于全体台湾人的博物馆。台湾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